梦瑶，已经3000年了，你到底在哪儿呀？此地的密谋已经违背天道，速速退去！尊定要寻得梦瑶，挡路者死！强偷六道轮回禁制，怕你是仙尊，也会严重折损修为，万不存疑。6道轮回是寻回梦瑶最后的希望，就算是折损全部修为，将天仙尊沦为凡人，我也求死不悔。这是哪里？我感应到梦瑶的气息。啊！不就是喝了杯奶茶吗？怎么劲这么大呀？哎呦！人呢？他这人呢？看着我这儿跑了，这死跑龙套的哪儿去了？哎，说你呢，马上开拍，你发什么呆啊？快点的！大哥，你干嘛呢？啊，到你了，快！哎，梦瑶，梦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穿越6道轮回，找了你几千年，为什么如今终于相见？何故又是生死离别？无尘，梦瑶，你坚持住，我能救你，我一定能救你的。我去，这人入戏这么快？是啊，这台词也太好了吧！不过这剧本里有吗？是他自己发挥的吧？这龙套演技可以啊，你看这情绪相当到位。无尘，还不行了，我的仙体已经被无上天魔损毁。无尘，答应我，要好好活下去。梦瑶，你不要再离开我了。无尘，如果有下一世，我们来世还做夫妻。梦瑶！梦瑶，你不能死啊！梦瑶！看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小子想干什么？梦瑶，你没事啊？梦瑶，你是？梦瑶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叶无尘啊。这位先生，我好像确实不认识你。这怎么回事？你小子闹什么结果呢？还没出戏呢，抢戏抢上瘾了是吧？你边去，别耽误我们拍戏。去拍戏。原来如此，梦瑶轮回转世，神魂还未归位，所以他不记得我。苏梦瑶签字了吗？浩宇哥，苏梦瑶是秦燕的好闺蜜，秦燕最了解她了。她这个人就是喜欢装清高。本少爷有的是法子拿捏她，这卖身契她非签不可，迟早让她沦为本少的玩物。哼！梦瑶，这位是？啊，他说他认识我，我也觉得很眼熟。你是梦瑶的粉丝对吧？你想和偶像接触的这种心情，我能理解。但是梦瑶即将签约全国最大的经纪公司昊天娱乐，现在正是关键期，你啊，还是不要打扰他啊。苏梦瑶，从小到大什么好东西都被你占着，你不就是靠着一张狐媚脸吗？现在还敢抢我女一号的位置，哼！我会让你知道自己有多废。你是谁？梦瑶，你哪里找来的死龙套？连我们浩宇哥都不认识，还拍什么戏啊？死龙套，我们浩宇哥可是粉丝1000万的大明星，能跟你说话那是看得起你。有眼无珠，活该你跑一辈子龙套。叶先生，我姐妹只是心直口快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行了，新人嘛，
加油啊！说不定哪天还能赶上我。别杵那，赶紧给我换衣服。不要神魂离体时间太长，会魂飞魄散，必须陪在他身边，尽快恢复修为，助他神魂合一。梦瑶，你是我的女主角，没事少和别人接触，会影响状态。周少，我跟谁接触你也有限制吗？苏梦瑶，浩宇哥是为你好，别不识好歹。没事，梦瑶，走吧，我们的戏马上就要拍了，走。我先进去准备一下。浩宇哥，苏梦瑶根本没有演技，女一号这角色不如让给我，我保证对浩宇哥100%顺。再说吧。哼，苏梦瑶就会在浩宇哥面前装可怜，女一号的位置知道是我的。奶茶都喝光了，他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我可是加了双倍的泻药啊！很好，梦瑶，待会动作戏啊，注意安全。按我说的做。没问题，今天一定让苏梦瑶给你来个亲密的接触。去啊！来，准备下一个镜头，来录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梦瑶，哎，小心梦瑶！梦瑶，谢谢，我没事。咔！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又跑进来了？你个臭跑龙套的，还不滚出去！你这个死跑龙套的，你疯了吧？刚才抢戏就算了，哎，你这才直接就冲进来了。你知道你抢的是谁的戏吗？周少的戏，你简直是找死！副导演怎么回事？导演，他自己跑进来，跟我没关系啊。你马上跟我出去！你这个死跑龙套的，你以为这是菜市场的？说来就来啊！走！听不懂人话吗？立刻滚！我说不滚呢！我给你脸了是吧？你今天的片酬不给了，连盒饭你都吃不到。本尊不在乎。你小子是入戏了吧？啊，真当自己是魔尊呢？滚蛋！导演，您别生气，他刚刚只是比较担心我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。浩宇哥，我早说过，苏梦瑶的青春就是装出来的。看看，连这种死龙套他都想勾搭。他龙套不是已经跑完了吗？怎么还待在这儿？哎，导演，新人这样做，无非就是想出头嘛。况且我们这部剧是热门，我能理解。这样，不如就给他一次表现的机会。如果他确实有实力呢，就把他留在剧组，让他跟着好好学习学习。浩宇哥，他就是个臭跑龙套的。导演，这不耽误拍摄进度吧？我们这部戏是精品嘛，正好需要人才啊。如果他确实有这个实力，错过那不太可惜了。行，赶紧吧。你身手很利索，想要留在剧组还是远远不够。想要证明实力的话，表演一个飞天戏吧。他还是个新人，这一上来就表演飞天戏，这太危险了。你小子想留在剧组，那就要拿出真本事来。你上去，不能有威亚，不能有人协助。不行，这么高，不用威亚怎么完成？不用威亚，这么高，要是摔下来会出人命的。不是，这飞天戏啊是公认的高难度，很多武行兄弟在这吃过大亏，你让他无保护上场。导演，我们剧组可是有规矩的，不这样的话，岂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抢戏？那我们这戏还怎么拍啊？这真的很危险，你不要去了，你还是先走吧。不，梦瑶，我一定要留下来。你不能为了我，你连命都不要了。既然这么想留在仰慕的女神身边，那就展现你的实力吧，好好把握我给你的机会。只要我成功了，就可以留下来，是吧？对啊，我说的。好。虽然我的实力只是1/1000，但为了梦瑶，不
省省吧，人家可是自愿的，出事了又不用你负责。真是个恋爱脑，为了和女神多接触一会儿，连命都不要了。敢和本少争女人，等着残废！苏梦瑶就是个害人精，居然还有蠢货为她动。哎呦！小心！小心梦瑶，太危险了。知道这危险，你为什么要逼他？怎么说话的？谁强迫他了？明明是他自己自愿。摔死废物！啊！这，怎么可能啊！真他娘是个人才！你刚吓死我了！你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不就是特技表演吗？有什么稀奇的？无需废话，我现在可以留在这里。臭龙套，别瞪鼻子上眼！当然可以，你证明过自己了。我周浩宇说话算数，让他留在这吧。行，你在一边等着，有合适的戏啊，给你安排。这样啊，大家先休息2分钟，一会儿拍下一场。好。就在这待着，别再给我现场捣乱。好。怎么样？你应该很清楚周少是什么人物吧？周少是大明星，资本的红人。我们这部戏也有周少的投资，你要想靠这部戏赚钱救你妈，周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要做什么。如果你再让那个臭龙套闹事，什么后果你心里清楚。小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哼，等下记得要把周少伺候的舒服。拍戏呢，就好好拍。浩宇哥让你拍什么，你就得拍什么。小野，你忘记我们的情谊了吗？读书的时候你没钱吃饭，都是我去做兼职才凑够2个人的生活费。现在你为什么帮着别人来逼迫我？你别胡说八道，明明是我介绍你进剧组工作，不然你早就流落街头了。敢不听浩宇哥的，那就滚！梦瑶，怎么了？他好不容易才留下来，不能让他因为我而受牵连。我没事儿。算你有自知之明，他一个臭跑龙套的，你可指望不上。好了，准备下场。喝酒各位，快点，都下雨了，快点，准备好，来录了啊！3、2、1，开始。你干什么？拍戏。我不记得有吻戏啊。有没有吻戏重要吗？我想加什么就加什么。让你扮清高。你进去干嘛？你不是死皮赖脸留在剧组，钱都不要了。人家苏梦瑶都没有说什么，你急什么？真是条舔狗，也不想想人家看不看得上你。快！站住！梦瑶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啊？又他妈坏我好事！导演，剧本里没有吻戏啊。是没有吻戏啊。导演，我觉得现在情绪很到位，有吻戏非常合理，不仅能够满足观众的期待，还能增添戏剧性。对呀，导演，这一段完全可以加吻戏，有了吻戏，这画面表现够完美了。浩宇哥可是从专业角度出发的，吻戏很好，一定要。小叶，你明知道我不愿意，观众们确实挺期待吻戏，太好了，肯定是爆点。吻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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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吻戏。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。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吻戏，但是呢，这个还是得征求一下我们女主角的意见。那你想拍吗？有我在，没有任何人能让你做不想做的事。
司龙涛，你给我闭嘴！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没规矩的东西，给我收拾！导演，我不想拍吻戏。你为什么不想拍？吻戏不是一个演员的基本功吗？我只演剧本里有的。我同意莫瑶的意见，既然他不想拍吻戏，那我们继续吧。苏梦瑶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惹怒了周少，别说红了，你连片酬都拿不到。想想为什么拍戏？就是，你要是连吻戏都不愿意拍，就想靠这部剧火起来，那就是痴心妄想。我记得你妈还躺在医院里边，不如就让她等死算了。等等，后悔了？不知道你在装什么？有多少人做梦想跟浩宇哥拍吻戏呢？要不是你死皮白赖非要进我们剧组，说你妈重病需要钱，装可怜抢下女主角，让你拍个吻戏还扭扭捏捏。小爱，你应该最清楚，这个角色是我自己争取的。得了吧，要不是我好心推荐你，让浩宇哥选了你，你屁都不是。你，哎呀，够了！我不管你们啊有什么恩怨，不能影响拍摄进度，能拍就拍，不能拍吓一跳。梦瑶，谢谢你帮我，但是我必须把这个剧拍完。哼，浩宇哥是什么人？他想拍的戏还没有拍不了的。就是，浩宇哥养活了我们整个剧组，拍个吻戏怎么了？这苏梦瑶真是不知好歹。哼，装的还挺像，其实心里啊早就乐开花了吧。别担心，我会很温柔的。这部剧一定能捧红你，等你成了大咖，给你妈治病，岂不是轻轻松松的？我们准备开始啊！来，你闪开！3、2、1，开始！贱人，看你这次还怎么利用女人时！我不帮你，没人能进。你还不明白？你看有谁敢帮你说话？整个剧组都是我说了算。我想拍吻戏，你就必须和我亲。从一开始就图谋不轨，是又怎样？你以为那个臭龙套真能帮得了你？他要是再敢捣，踩死他，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。不，这戏我不拍了。不拍了，片酬不想要了？你妈再不治病，可就要死。拍吻戏记得投入一点。我说不想拍，你没看见吗？浩宇哥，浩宇哥，你个臭龙套，你完了！你敢打浩宇哥，就注定于全行业封杀！啊！这他妈都什么事儿啊！老天爷！哎是，我操！居然敢打浩宇哥，这下完了，彻底完了呀！梦瑶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这……你他妈疯了是吧？啊！你知道浩宇哥有多少粉丝吗？一人吐一口口水都能淹死你！你没看出了，赶紧滚蛋！对不起，都是我连累了你，你赶紧走吧。苏梦瑶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到现在都还在维护他，我看你就是和他联手，一起欺负浩宇哥。你血口喷人，还不承认？给你脸了！你敢动梦瑶一下，我必将你挫骨扬灰！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这个死龙套就是他找来一起搞破坏的，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报警！必须报警！你先走吧，这件事情我自己解决。今天谁也别想走！完了，怎么闹成这样？生气了，怎么能得罪他呀？这也太可怕了吧！周少，你让他走吧，今天的事情我自己承担。嘿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承担得起吗？浩宇哥，这个苏苗到现在还帮着狗东西说话，报警，把他们全都抓起来！别紧张，我的意思是，他不用走，我不追究。啊，他不追究啊？这就消气了。啊，哼，
新人演员嘛，想出头很难。他不是有实力吗？我们可不能埋没人才。正好，不是有一场高难度的悬崖戏吗？他着急出头，就让他先拍吧。可不能让你怎么样。敢对本少动手，本少要你的命！导演，我们特技演员不是还没有找好吗？他刚好合适啊。这不行吧？有什么不行的？他不是已经证明过实力了吗？还是说你想压着他，不让人家出头呀？先过去看看情况。我明白，得罪众少，找死。来，下一场啊！那个周浩宇肯定没安好心，你会小心点。好，我会注意点。真以为本少是吃素的？本少倒要看看你怎么死！周少，一切妥当，那小子必死无疑。那威亚连狗的重量都承受不住，更何况是那小子。好，我要亲眼看着他死。那行，那这样，梦瑶，你先上威亚，你的戏份相对来说简单一点，咱们呢，先易再难啊。好的，导演。各部门啊，准备开始。来，准备啊，准备。3、2、1，威亚起！怎么是苏沐瑶？我不知道啊。不对，停！快住手！导演，快停啊！梦瑶有危险！你又想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趁我拦住他，开机就是烧钱，不能再让他搞破坏了。梦瑶有危险，快停啊！有个屁危险！我看你就是想。梦瑶！哎呀，救他！救他！快救他！你不是很厉害吗？那你跳下去救他呀！你想干什么？想夺大成人命吗？找东西救人呐！梦瑶，你不要命了？别拦他，他想和苏沐瑶一起死，那就让他跳下去。为了亲近女神，连命都不要了，这种行为简直幼稚又可笑。浩宇哥，你也太瞧得起这个跑龙套的了。他呀，就是嘴巴犟得厉害，我赌他根本不敢跳下去。死了也好，苏梦瑶，你母亲治病的钱就让我保管了。梦瑶别怕，我来救你。别冲动，等专业的人来。不要，吴成哥，你别下来，你也救不了我，我不能害了你，你别下来，快拦住他！放开！不要！梦瑶，你快放手！你掉下去，你也会掉下去的。梦瑶，这回我接住你了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。你现在应该可以上去。吴成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快放手，你别管我。梦瑶，整整3000年了，3000年前我失去了你，如今好不容易和你重逢，这一次我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在我面前香消玉损。抱紧我，抱紧我！不管怎么说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神仙仙女？我知道你是个很好的人，但是我们只是萍水相逢，我不值得你这样舍生忘死的救我。因为你是我的梦瑶啊！等我修为恢复，你就会明白了。我们先上去。我
来一起了，一起了！用力！一起吧！用力！我这辈子除了妈妈真心对我好，其他人都是冲着我的外貌而来。可他，命可真大，这都没摔死他。真救上来了！看来这龙头是真喜欢苏梦瑶，连命都不要了。梦瑶，你没事吧？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你冒着生命危险救我，以后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这里是剧组，人也没事儿，你们这样拉拉扯扯干什么？胆敢暗中谋害本尊仙侣，要死！这部戏的剧情怎么会与我与梦瑶的经历如此相像？死跑龙套的，还不快放开浩宇哥！动别动！这剑是开了刃的真剑。无尘哥，你别冲动。浩宇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无尘哥，竟跟我与梦瑶生离死别时一模一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罢了，此乃千年情劫，冥冥之中皆有定数。如果真的幸能如期拍完，梦瑶定能恢复记忆的实力。如果我也能按时结束这场千年情劫，梦瑶也会遭到情劫反噬，遭遇横祸。你个疯子！浩宇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敢打我？本尊把你视为蝼蚁，不和你计较，但是你居然敢谋害梦瑶的性命，如果再有下次，就保不住你的性命了！你放屁！苏梦瑶的事情明明是一场意外，你凭什么无病受伤？我周浩宇怎么会做这种事儿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别乱讲啊！无尘哥，随你，这是本尊给你的最后一次警告。你在拍什么？我他妈都被打成这样了，你还在拍？周少，我在给粉丝直播。直播？粉丝都看见了？粉丝们都很愤怒，一大群铁粉正吵着要来剧组呢。你想办法让他们赶紧过来，接着拍，接着拍。是。敢当着本少粉丝的面动手，你死定！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他就是个神经病。导演，赶快给精神病院打电话，快把他抓起来！演得很霸气，很有魔尊的味道呢。我看他就是跑龙套魔怔了，真把自己当魔尊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导演，他只是比较关心我而已，而且刚才确实很危险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是浩宇哥故意弄断威亚，害你掉下悬崖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没有证据还敢胡说八道，当心粉丝撕烂你的嘴！哎呀，我说叶无尘啊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来我们剧组，你是故意捣乱的吧你啊？本尊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出手。周浩宇做了什么，他自己心里清楚。况且，本尊比你们任何人都希望这个戏能顺利拍完。你把浩宇哥打成这样，还想拍戏？做梦！浩宇哥，我们走，回头再收拾他们。走？为什么要走？他演得这么好，不让他多发挥发挥，那太可惜了。浩宇哥，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你给他机会。行了，我没事儿。导演，准备拍下一场吧。都拍下来了，全都拍下来了。你发给粉丝，让他们加快速度，到片场后一路绿的。等会儿我要让那个疯子跪地求饶，还有要让苏梦瑶也吃骨头，让他知道忤逆我是什么下场。明白。苏梦瑶，别怪我，只有毁了你，我才能好过。人呢？大家去那边
边找一找，敢动我们哥哥，一定要找到他们。走走。哎，看在那儿呢，看见没？他们在那儿呢！姐妹们，上，弄死他们！走。周浩宇、苏梦瑶，这场戏啊是拍你们的文戏，台词都背熟了吗？没问题。好，那开始啊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，我的周大少？导演，叶无尘的能力已经得到大家认可，并且他还那么着急，不然也不会3番5次对我动手啊。就让他来试试戏吧。这小子虽然入戏跟入魔似的，但确实是个人才。我倒是想溜，就是不知道这周浩宇又在憋什么坏。导演，既然周少都这么说了，那个跑龙套又想出头，就给个机会呗。行，你来。哎，但是啊，我们现在只是在试戏，不开机，主角还是周浩宇，后面有合适的角色再给你安排，对吧？无尘哥3、2、1，开始！快点，姐妹们，上！哎，你个狗东西，打了我们家浩宇哥哥，竟然还敢在这拍戏！你们快看，我们浩宇哥都站在外面去了，那个死龙套抢了哥哥的戏。什么？你敢动手打人，还敢抢了我们家浩宇哥哥的戏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？我们没有。你看，我们人多，法不责众，今天必须为哥哥讨回公道。对，讨回公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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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，海泉兄弟，不能入内！我们可是浩宇哥哥的粉丝，你也敢来？让开！安静！哥哥有话要说。大家好，是这样的，这场戏是我主动让给这位兄弟的。总要给新人一点机会，你们说对吧？我们家哥哥这么善良大度，都被你们欺负成什么样了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你们今天有戏拍有工作，全靠我们家哥哥撑着。今天你们必须让这2个贱人给我们哥哥跪下道歉。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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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导演，这怎么办？这周浩宇，你赶紧按嘴一下，这是拍摄片场，它不是菜市场。导演，我也没有办法呀，这些可都是粉丝啊，衣食父母，你总不能骂粉丝吧？你们看到没？这家伙还是一脸狂妄，根本没把我们当回事儿。他不仅不会下跪道歉，甚至还会再对哥哥动手。还有他，刚才直播我都看见了，他跟那个死龙套是一伙的。你个贱人！哥哥好心让你当女主角，你竟然还将仇报！当初选角我们就说他一脸狐狸精样，果然就是他勾引哥哥的。没错，见勾引不成他恼羞成怒，专门找人欺负哥哥。我们没有。走，给这对狗男女一点颜色看看，给哥哥报仇，誓死捍卫哥哥！誓死捍卫哥哥！今天我就划划你这个贱人的脸，看你还怎么勾引我们家哥哥！哎呦！你们胆敢再动梦瑶一下，必将你们碎尸万段！哎呦！梦瑶，没事，他们太疯狂了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没想到他连女人都打，这咋还真动手啊？你还是个男人吗你？
真是个下头男，连粉丝都敢打，真是个暴力狂，还说不是故意打哥哥的。没错，打死他，给浩宇哥哥报仇！打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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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梦瑶，有我在，定能护你周全。哎，大家等等，先听我说，你们周少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我跟大家道歉，对不起。没想到你这个导演还挺靠谱。但是他们必须跪下给浩宇哥哥道歉！必须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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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万尊下跪，你们也配？你就是一个开局就被我们家小哥哥弄死的小龙套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个魔尊呢？看他说话这个调调，跟有病似的。狗屁魔尊，你还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？你就是个一直活在幻想里的废物。你突然刮风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大家听我说，咱们听导演的，让我们专心拍戏，以作品来回应大家，好吗？哎，对。但是他打小哥哥了。哎呀，拍戏嘛，磕磕绊绊很正常，我没事，大家请放心。哥哥人真好，爱了。是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为大家考虑，这要是说出去，肯定能上热搜第一。浩宇哥，你就是太宽厚仁慈了，但是这一次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我一定要告诉大家真相。浩宇哥都是因为他才受伤的，他刚刚差点杀了浩宇哥。什么？他还想杀死我们家浩宇哥哥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给我上！必须打死他！主啊！杀我家哥哥！哎，别，冷静点儿！你要给我哥哥痛快干嘛？太过分了，这个小点儿！别！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他是怎么死的？这个尊会让你们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你还真以为你是无所不能的魔尊呢？敢动我哥哥，后悔的人是你！给我上！别怕，他就是力量大，咱们人多，给我接着上！我说周少，你赶紧制止一下，要真出了事，你也要担责任的。浩宇哥担什么责任啊？都是他先动手的，打死他是活该。大家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导演，也看见了，可是自发的，我拦都拦不住啊！报警！赶紧报警！报什么警啊？要是报警，我们这个剧就完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拒不拒的？人命关天呢！我这个不行了，给我使劲打！我这个，爸爸！梦瑶，全部给我去死！这雷电本来就是天气变化，你以为是你招来的吗？哼，太可笑了！有本事劈死我们呢！怎么可能？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让我梦瑶找死！吴振哥，梦瑶，吴振哥，梦瑶，你没事？吴振哥，我没事。吴振哥，他们快不行了，快送医院呐！好，走吧，来，我扶你，慢点。必须尽快恢复仙尊之能，不然连几个凡人都对付不了，谈何保护梦瑶？我先前差点入魔，引发了天地异象，也蕴含天地威能，应该能助我恢复实力。
巧合罢了，天气原因，闪电刚好劈到这儿。周浩宇，你在本尊眼里已经是死人一个了。你还敢污蔑浩宇哥？行了，已经过去了。这粉丝突然冲进来，我也没想到，他怪我也很正常。既然没什么事儿，那咱们接着拍吧。导演，你没事吧？都出这种事儿了，还要拍吗？怎么不拍了？能拍，能拍。吴晨哥，不拍了吧？我怕你有危险。拍，梦瑶别担心，我没事。既然想留在这儿继续拍戏，那就得按照我们剧组的规矩。导演，正好，不是有一场魔尊在雷电中彻底成魔的戏吗？正好现在电闪雷鸣呢，就让他上屋顶拍吧，这下特效都可以省掉。哼，叶无尘，老子不信弄死你！这个提议很好，机会难得啊，导演。就是，这真实画面比特效震撼100倍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人命不是儿戏，我不同意。此时雷电运出来天地威还算足够，足以让我恢复一部分修为。他要是不肯配合，那就可以滚了。对啊，这点事儿还都做不到，还做什么演员啊？本尊同意。吴晨哥，你不要命了？哎呀，导演，人家都同意了，你还担心什么呀？那就把生死状签了吧，别到时候出了事儿连累大家。梦瑶，别担心，我签。走吧。周少，这家伙的运气也太好了吧？这都奈何不了他，把叶无尘的道具剑换成纯金属的。明白。魔尊是吧？老子让你灰飞烟灭！吴晨哥，这太危险了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梦瑶，放心，这雷电不但不会伤害我，还会给我提升修为。修为？吴晨哥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哎，墨迹什么的，快点上去啊！大家闪电都没了，哎，拿着。吴晨哥，放心，很快就没人能伤害你半分。都要性命不保了，还在女人面前装腔作势，死要面子的废物。导演，快拍！这雷电刚刚好，快！开始！各就各位，快准备开拍了！快点！准备好了，快点！来，开机！自然为我用，自然为我用。导演，你看你的效果多好啊！这可是花钱都做不到的。吴晨哥，注意安全！也专注演戏呢，别打扰他。你去医院把梦瑶的病鬼老妈带过来，等这个狗东西一死，我就让他知道究竟该听谁的话。周少，我马上去办。自然因为我用，电来！终于死了！吴晨哥，怎么，你要跟他一块儿去死啊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！你大家都看见了，那可是他自己要上去的，更何况他还签了生死状呢。不就死个跑龙套吗？苏梦瑶，只要你好好伺候好浩宇哥，就不怕没有戏拍。吴晨哥，赶紧救人！快救人！快救人呐！危险啊！这个这闪电的威力这么大，叶无尘都成一具焦尸了，还能让他活不成？你们简直不是人！你们就是他自找的。
他还活着！今日惊雷撼乾坤，做工小万里，给本尊不！吴晨哥，你没事儿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不可能，那道雷明明劈过了他的身体。你想干什么你？区区凡间雷电，只能为本尊所用，也想要本尊的命？你不过是运气好，雷没有劈中你，捡回一条命，得意什么呀？吴晨哥，梦瑶，放心，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。不过这个戏拍完之时，将会是你们的末日。吴晨哥，你真的没有受伤吗？毫发无伤。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……梦瑶，你别担心我，接下来你就好好拍戏，不会再有人敢欺负你。苏梦瑶，这个死跑龙套的，是你专门找来侮辱威胁浩宇哥的吧？你这么对浩宇哥，就不怕拿不到片酬，救不了你妈妈吗？明明是你们陷害人。梦瑶，别担心，如今我已经恢复了修为，我能……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啊！看，那是谁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梦瑶，他们说你非常想见我，妈就来了。你们还是人吗？我妈都病成这样了，你们还这么折磨她？阿姨，梦瑶在这儿拍戏，可随时都挂念着你，所以啊，特地请您过来，好让梦瑶放心。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周浩宇，你太过分了！浩宇哥知道你放不下病重的老母亲，让人车接车送，你非但不感激，还骂浩宇哥，真是白眼狼。梦瑶，其实妈也非常想见你，妈想在最后的日子跟你说声心里话。妈，你已经非常严重，医生说妈时日不多。不，妈，我们是最好的医院，我们吃最贵的药，你千万别放弃，我们一定能治好你的病的，妈。梦瑶，好孩子，你别担心，妈，你怎么了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哭有什么用啊？送医院呐，赶紧啊！去医院，我们去医院。你们太过分了！就是苏梦瑶，你妈得的是绝症晚期，普通的医院根本救不了她。我们可以送你妈去美国治理，用新出的特效药，肯定能保住你妈一条命。算上各种开销，大概要1000万左右。你有这个钱吗？这是浩宇哥酒店的房卡，你现在立刻过去，还能保住你妈一条烂命。磨磨唧唧的，再不做决定，你妈就要死在你面前了。苏梦瑶，你还有没有点孝心啊？难道非要眼睁睁看着你妈断气？妈，你不能离开我，妈！梦瑶，你别担心，我能救活伯母。吴晨哥，哎呀，可真是笑死人了！一个臭跑龙套的还会治病救人，吹牛也要有点度吧？让我试试就知道了。吴晨哥，我妈的病的确很严重，我跑遍全国的医院我都没有办法。据我所知，你妈得的是肺癌，这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了，同时啊，还伴随着许多的并发症，现在已经肾衰期了，
你认为这个臭跑龙套的能治好绝症？别做梦了，你就乖乖听浩宇哥的安排，不然就算是大罗金仙来，也救不了你妈。大罗金仙算什么？在仙界，他也得听我的号令。真是神经病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以为自己在演戏呢。苏梦瑶，你看看你妈，她现在已经很危险了。你是信这个神经病的，让她把你妈治死，还是把这张卡收好？我们安排你妈上医疗飞机，你自己选。先说好，我们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不听我们安排，可没有后补药吃。都这种时候了，还在装可怜，她就是个不孝女。沐晨哥，我实在是不能放弃我妈，梦瑶，妈，你醒了，妈，梦瑶，妈妈对不住你。你看妈这一病，连你拍的电视剧妈都没能好好去看看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妈自己的身体妈自己知道，可惜妈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你成家。妈，这是爸爸结婚的时候你外婆送给妈的，她可以保佑，可以保你平安。妈现在就把它交给你。妈，好孩子，妈舍不得你。妈，你别吓我！妈，你醒醒！妈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！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！妈，你别吓我！我说梦瑶，你妈妈已经没呼吸了，姐。你胡说！我妈没有死，我妈她没有死，没有，妈妈。都是你们害死了我妈！我跟你们拼了！发什么疯啊？我们害死你妈，明明是他。没错，都是他在这吹牛逼，说能把你妈治好，要不然你妈早就上医疗飞机了。这就是你信任这个废物的代价。不，沐晨哥，我不怪你，我妈的病是治不好。梦瑶，我说过我能治好。真的吗？人都已经死了，你现在说这话还有什么意义呀？我看他呀是脑子有病。沐晨哥，我知道你想安慰我，但是我说能救活，就一定能救活伯母。你还能起死回生？你以为自己是神仙啊？还在装模作样，人都已经死了，你这是对死者不敬。死人还想救活，是不是脑子有什么大病？哎呀，赶快挪走吧！这大热天的，一会儿啊都臭了。对啊，你这样留在剧组影响多不好啊！快，才走吧。走，快！哪还是人呢？梦瑶，没事。妈，活了！这怎么回事？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妈，你刚刚没事，妈，你醒了就好，你醒了就好。哎呀，我不疼了，我呼吸也正常了。哎呀，我这些年从来没有这么健康过。伯母，你的病已经痊愈了。我自己感觉到了，我感觉到了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他明明已经死了，不可能！确实，人已经……小伙子，是你救的我吗？是的，妈。哎呀，这是神医呀，神医呀！多谢神医救命之恩。哎，伯母，你何必行如此大礼？你是梦瑶的母亲，我必须要救。
吴晨哥，你真的能治病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很简单。好啊，你苏梦瑶，你居然为了在导演和浩宇哥面前装可怜，让你妈装病！打装病？不是装病是什么？这人都死了，随便一指就活，鬼才信呢！我不想跟你多说，反正我妈现在已经救活了。梦瑶啊，你看现在妈也好了，我想去你外婆那儿去报个喜去。妈，我送哎呀，你过去。不用，你看我现在身体好着呢，我可以自己回去。不过你身边有这个小伙子，妈放心了。哎呀，吴晨哥，谢谢你。注意影响，这里是剧组。你干什么？杀人！你别过来！居然用病入人来威胁梦瑶，简直丧尽天良！我给过你机会，3番5次不知悔改，竟然偏不收你，那本尊受！你不准杀我！你不能杀我！这个世上没有本尊不能杀人！吴晨哥，等等！吴晨哥，你不能杀人，杀了人我们会被抓进去，到时候我们就全完了。对啊，苏梦瑶他妈不是好好的吗？我们又没做什么。吴晨哥，你不能冲动，我妈妈才刚刚痊愈，如果你杀了人，为了这种人坐牢，真的不值得。梦瑶的记忆还没恢复，我在她面前大开杀戒不好，现在处置这部剧恐怕很难再拍下去。好，你们两个吓唬谁呢？虚张声势的狗东西！我告诉你，就等着律师函吧。浩宇哥要把你们告到倾家荡产。苏梦瑶、叶无尘，你们两个无可救药的闯祸，到现在还不知悔改。本尊现在不杀你，但多时活着比死更难受。收起你那些把戏吧。哎呀，我已经给过你们太多次机会，我在这好好拍戏，还要被你们欺辱，我是真的生气。你们两个注定被封杀，看你们还能不打到什么时候！好了，大家没事就好。导演，你都看见了，周浩宇3番5次把我逼上节目，我已经对他彻底失望了。只要我在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这部戏我不拍了。不拍了？可以啊，我们还不想跟你这个贱人一起拍。苏梦瑶，你可是签了合同的。不拍也可以，那你们呢就把违约金100万准备好。你们看什么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们都已经看见了，我是被人威胁羞辱，我才不拍的。这儿有监控，有人证，反正我妈已经痊愈了，我不怕被告。这事儿怪我没保护好你们。要是真走到了打官司那一步，我帮你。谢谢导演。梦瑶，你听我说，这部戏我们必须要拍完，这部戏对我们非常的重要。你现在可能不明白，但等拍完了你就知道了。闹得再厉害又能怎样？你们还不是小子，你们就只能求着浩宇哥带你们拍戏。没了周少，这戏拍都拍不了。没有他不重要，把这部戏拍完才是最重要。我不重要，我可是这部戏的男1号，那没有我，你们还怎么拍？本尊再说一遍，你根本不重要。我不当这男1号，你当啊？当啊！做梦！告诉你，这部戏就是因为有浩宇哥才受到这么大的关注。没错，没了周少，这部戏肯定不改嘛。这也不重要，什么都不重要。那你拍这部戏干嘛呀？你还不配知道。你够了！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？都一整天了，没一场戏是顺利的。我是个导演，我只想把本职工作给他做好，把这部戏给他拍完，怎么就这么难啊？好啊，那我不当这男1了，你让他当吧。导演，之前不是在直播吗？网上对叶无尘的反响还挺好的。行，让叶无尘试试男1号。什么？周少，这可是你的提议啊，我只是按照你的意思来的。你，好啊，没问题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大家回去休息休息。
收工！来，收工！怎么回事？我又没喝泻药。一个死跑龙套的敢在我面前嚣张，你这回死定了！浩宇哥，来我房间，本少要泄泄火。浩宇哥，我有点拉肚子。还在拉？别过来恶心我！我还能行。浩宇哥，今晚我一定好好伺候你。我那角色的事儿，浩宇哥，这，怎么回事？可能今天没在状态，交给我。怎么还是没有反应？浩宇哥，水。怎么回事？浩宇哥，我再想想其他办法。滚出去！叶无尘，肯定是他搞的鬼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梦瑶，你还是这么好看。叶无尘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无尘哥，你对他做什么了？那让他自己说吧。我警告你啊，赶快给我恢复正常，不然我一定会要了你的命！本尊警告过你，可是你屡教不改，想恢复，做梦！哼，你给我等着！他怎么这么激动？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二位，那边已经准备好了，来吧！来了，导演。无尘哥，我们过去吧。这样啊，一会儿这个情感戏尽量表现的细腻一点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开始！来，准备18了，来录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山无棱，天地合，才敢与君绝。梦瑶，看见你真好。浩宇哥，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你戏抢走吗？你认为可能吗？我一定全力相助浩宇哥，让他们好看。不行，浩宇哥，我还要去卫生间。不行！废话！真以为本少只是个明星啊？待会儿看你们怎么求我。回，对，仙源剧组，马上撤资。对，我说马上撤。没钱，我看你们怎么拍。咔，过了！好，太好了！尤其是那个眼神戏啊，哎呦，真像一对神仙眷侣啊！谢谢导演。等一下啊，喂，什么撤资？我这戏马上就快拍完了，你怎么能撤资？喂，这怎么回事？导演，我们正常大部分钱被主投资方昊天娱乐给划走了。昊天娱乐？难道他是大股东？撤资了？
导演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就是啊，导演，我们忙活了这么久，难道就要全罪了吗？把人家的大明星给撤了，人家公司肯定不干了呀。我还听说昊天娱乐跟道上的兄弟关系也很好，现在啊，不简简单单是钱的问题，想保命必须跪下磕头道歉，乖乖的把人家给请回来。导演，昊天娱乐给我们投资占总资产的90%，他们要是撤资了，咱们这戏没法拍了。还有道上的人，那我们现在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他们不敢乱来。倒是这个钱是大问题。拍啊！怎么不拍了？哼！周少，哎呀，导演呐，我是同意让叶无尘顶替我的位置，但钱的事嘛，我还真没办法。这个是资方的决定，我不过是个小演员而已。现在好好给浩宇哥道个歉，再把这2个胆大包天的人赶出剧组，说不定还能有缓和的希望。导演，周少是咱们组的顶梁柱啊，他要一走，那我们整个剧组都得塌。我们账户上还剩多少钱？还有不到10万了。多少？10万？10万够干啥呀？也就拍几场文戏了。是导演，我们后面还有冰天雪地的大场面呢。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不是很能打吗？能打又怎么样？你能把钱拿出来吗？很多事情不需要钱来解决。切，装什么装？你要是真有本事，还能出来跑龙套啊？够了，我们就用这10万拍。导演，你也疯了？10万还不够人员工资呢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明天的戏你怎么拍。导演，明天要拍一场湖面结冰和大雪纷飞的场景戏，这10万块钱连造雪器都用不了，更何况这冰封流水也要用特效，这根本就不够啊，要花很多钱的。是啊，导演，这场戏可是我们最看重的大爆点呢。这大夏天的，外面能有40多度，还造雪景，10万，连10分钟的雪都造不出来吧？如果拍不了的话，这太可惜了。我们设想的美好的画面，这都已经成了奢望。这也是没办法，咱们就走一步看一步。戏当然要拍，剧本怎么写，我们就怎么呈现。明天会很冷，你们多带些衣服。带衣服？梦瑶，相信我，他们要是不带，就让他们别动了。你有点常识好不好？这可是大夏天，昨天霹雷被你赶上是你幸运，你真的能天降大雪把湖面冻上？你以为是仙侠剧里的神仙吗？一个脑残而已，哎，行了行了，明天再说。明天，那就看你们怎么破产。吴尘哥，拍呀！怎么没拍呢？周叔来了。你还真带着厚衣服呀？这个臭龙套说什么你都信？你也不看看现在多大的太阳，下雪冰封，做梦呢！他们俩早就眉来眼去了，都是没脑子的恋爱脑。我信不信跟你们没有关系。导演，拍呀！行。这怎么拍啊？确实拍不了嘛。要么就是改剧本。行，剧本一个字都不能动。可是这一帮穷人，没钱就没钱，还硬挺。导演，你不是不想求人的吗？怎么他现在一句不想改剧本，你就得听他的？这也是我想呈现的效果。要不是临时撤资了，吴尘哥，要不我们再想想办法。这场戏虽然是我最期待的，可是我有办法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莫非你真的能下雪冰封啊？吴尘哥，信我。
装神弄鬼。这降温了，这个现在可是最热的时候，就算降温，也不可能结冰的。天气变化，这很正常嘛，啊？好像有点不对劲啊！好冷啊！真的6月飞雪了。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，就算下雪，也不可能结冰的。玄冥之气，位于苍穹，以我之愿，冰封万里。怎么可能？真的结冰了！你怎么做到的？武晨哥，我真的应该听你的话，带件厚外套。你说降温，我以为降不到哪儿去。是啊，我也该准备厚衣服。好冷，好冷啊！去！哎呀，冷死了！得想办法让人给送件外套过来。我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武晨哥，哇，好贴心啊！哎，早该提醒叶无尘的话才对。真是对狗男女！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这是天灾难防的好机会，不能错过！就这么一点小雪，有什么可兴奋的？一下子就没了，一点都看不清楚，这能有什么好效果呀？雪确实比较小，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吧？稍等片刻。苍穹听令，虽要大雪，不速速落下。你怕不是得了神经病吧？竟敢命令起老天爷了！我看你呀，还是去精神病院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真下大雪了！梦瑶，这样的雪够完美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太美了！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操控天气？那是怎么回事啊？本台据悉，今日全球突发了千年难遇的极端寒流，目前寒流情况尚未明确，请民众做好防寒准备。原来是寒流啊！我就说吧，你一个臭跑龙套的，哪有这么大的本事？哦，原来这小子提前看了天气预报啊，还在那装腔作势。就算是运气又怎么样？反正现在可以拍了。能拍，能拍，开始，马上开始！完美，太完美了！这简直是花钱都拍不出来的效果呀！画面再美有什么用？没有浩宇哥照样得破，是吧，浩宇哥？做好准备。武晨哥，谢谢你。梦瑶，这场雪好看吗？太美了，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美的雪景。梦瑶，这场雪只为你而落。武晨哥，你真好。看，拍得好啊！哎呀，二位老师，你们是这个呀？快回来吧，注意安全啊！好的，导演，走吧。二位老师演得太好了！啊！哎呀，雪停了。咱们准备下一场拍摄啊！开始！浮云有隐约寒瘦，蓦然回首，在等候。
只谈旧时情谊，不照今世柔。问世间何有千百愁，可问心事与白头。江山志气，与君共长久。江山志气，与君共长久。好，太完美了！看，好，特别好，画面呀，特别温馨。今天收工，辛苦大家！小班，小班，成功了！走了，来，东西拿好，来。浩宇哥，这个死龙套把你的风头全抢走了。哼，他们想拍完戏，做梦！去安排一下，找龙兴会的人来。他们手下几百号兄弟都是刀口舔血的，手段极其的狠辣。我要叶无尘死！是。等等，你找的什么狗屁神医啊？开什么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再给你找一个医生。告诉龙兴会，我要叶无尘的死肢，我要让他这辈子生不如死。是。咱一会儿啊，你就带着他从上面下来啊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出去出去！去你妈的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你就是导演啊？我是。哦，那你给我导导戏呗。你看我这刀这么拿行不？我告诉你，老子是龙兴会的会长，一人一光头爷爷，在老子的地盘上拍戏，你跟老子打过招呼了吧？我们是有拍摄许可证的。拍摄许可证？你个屁哟啊！在老子的地盘上拍戏，就得按老子的规矩办事儿。你们真是无赖至极！无赖！我们就是无赖啊！我们就是无赖，怎么样？没错，我们就是一帮无赖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好人。别怕，有我在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一，给我滚蛋，别在这拍；二，给我们龙兴会交一笔保护费。这样的话，你不仅可以在这拍，我们还可以保护你不被骚扰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们要多少？嗨，不多，就10万。10万？10万？太多了。怎么了？不给钱是吧？你们这个抠鼻剧组，不给钱就给我砸！干什么？导演，我们报警吧。报警！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地就是我们村的，你们未经我们允许擅自强占来拍戏，警察来了，我们也有理。对，这是我们的地盘，我们有理，我们有理，给我砸！怎么着？来了个大英雄，让你第一个死！无尘哥，别怕，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自投，怎么弄死你？等等，这里是剧组拍戏搭景，花钱花时间，不如这样，我们换个地单。哟呵，行啊，那就聊聊呗。不行，无尘哥，这些人明显就是冲你来的，你过去的话会有危险的。你不能去，剧组人多，他们不敢怎么样。要是你一个人的话，就不好说了。我说你们是不是瞎操心？人家要单独出去谈，你们还拉着不放。叶无尘，这可是你自己要去的，要真出了什么事儿，别怪我。我不会有事，你们放心吧。走吧。走吧。无尘哥，叶无尘，这次是你自己找死。跟上去，我要亲眼看见叶无尘被剁成肉。
是。这个地方怎么样？很好，隐蔽，没人。哈哈哈哈！你也知道，今天这就是你的葬身之所。你这个小白脸胆儿还挺大，招惹周大公子和昊天集团，今天我就让你死！这帮人应该是此地的地头蛇，留着，后续有用。你们一起上！他妈的，这个时候还敢嚣张？把他四肢给我剁了，留口气就行！兄弟们上！怎么可能？周公子，不是说你就是个跑龙套的吗？你到底什么来路？一群蝼蚁也想知道本尊的来历？给我杀！周少，快走！快走！周少，这死龙套怎么这么能打？知道他厉害，没想到这么能打。看来李光头这次人还是带手了。没事儿，李光头什么人？杀人如麻的龙兴会会长，这一次他吃了亏，一定会报复的。这个叶无尘死定了。你再去找一批新的人来，直接在剧组闹事。好的，周少。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是龙兴会的会长，我还有几百好兄弟没有来的。你要敢动我，我杀你全家！我的腿啊！完了，粉碎性骨折，我的腿啊！大哥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不知道你是位高人，不是周浩宇那个东西，派我来对付你和剧组的，我愿意提供口供。想不想本尊治好你的腿？想，这腿还能再治吗？我刚才腿是折了吧？是啊，都对折了。仙人，你是仙人，你以后就是我们的大哥了。这帮兄弟都拜你为大哥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一起拜仙人，拜见仙人，拜见仙人！都起来吧。大哥，我现在就去找周浩宇这个狗东西算账。别看他有几个臭钱，但我们龙兴会的也不是吃素的。对，跟我们龙兴会作对，他那是找死。不必，今后你们不要再为非作歹。周浩宇那边先不用管了，本尊有需要时自会联系。好的，大哥。好了，本尊要回去拍戏了。都这么久了，无尘哥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那可是龙兴会的李光头，传说中杀人不眨眼。你的无尘哥哥呀，估计已经被砍成好几截了。不行，你要去哪？我要去找无尘哥。你个女孩子家的，他们都是地痞流氓，你去了也是送死。我已经报警了，这小子沸腾着浑水。梦瑶，无尘哥，无尘哥，你没事吧？他就这么回来了？看起来好像毫发无损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梦瑶，我真的没事。你还真安全的回来了。那他们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走了？怎么？你们看到无尘哥完好无缺回来，很惊讶？你们别得意，这事没完。他们下一场要拍大群演戏，通知昊天娱乐把所有群演都拉走，片酬翻倍，一个不留。明白。我还不信收拾不了他们呢。好，回来就好。这样，
大家先休整一下，我们准备拍群演戏啊！不好了，导演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群演他们群演怎么了？10万够请了呀？不是，钱是够了，但我们现在一个群演也找不到啊，一个都没有。给了那么多钱还找不到？导演，这怎么了？群演没了。怎么可能？整个厂区700号群演，一个都没了。全被昊天娱乐拉走了，他们开的片酬是正常价格的2倍。什么？张浩宇，你太过分了！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只能你们用群演，不让别家用。哼，说这些已经没用了，没群演，这场戏就拍不了，也不能从别处调。我们没那么多钱，也不能耗着耗一天，钱就跟流水似的。这件事，本尊能解决。你还能大变活人了？哼！这里谁是话事人呢？怎么又来了？新的一批来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在我们的地盘拍戏，你交保护费了吗？是啊，不交是吧？信不信我砸了你这个片场？3番5次的来闹事，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？知不知道我大哥是谁啊？我大哥是龙兴会会长李光头李爷。怕了吧？怕就他妈给我让开！完了，说完了，你们！哎，导演别过去！吴晨哥，没事。说，住手！看见没？报仇来了。李爷，您怎么来了？这点小事小弟我处理就行了。你看这帮人都被给镇住，一个个都吓尿了。这有错呀！他妈的，还在我大哥的地盘上撒野！大哥，大哥，去群演吧！龙兴会的兄弟们都来了，我们来带大哥当群演，我们来带大哥当群演。你怎么回事？我们可是出了钱的，你怎么认贼作父喊他大哥？关你们屁事！在这个地方，我就听我大哥的。你怎么不服啊？李爷，这我不知道，这位爷他是您大哥，我赔罪，我赔罪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们怎么？闭嘴，都是你害的，我跟你们没完！你别胡说，好了，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都给我大哥当群演。哦，好，大哥，我们绝对会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。哎，导演，你过来呀！啊，怎么样？看看我们这些人够用吗？够了！那大哥，我们就开始演吧。好，服装，给老师们换衣服。哦，各位老师，那我们先去换衣服吧。别他妈挡路，滚开！你怎么了？你还想打我啊？你们几个把他们给我看好了，别坏了我大哥的好事。是。叔叔，他们可不好惹。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吴晨哥，这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略施小计。吴晨哥，你可真厉害。大哥，我都准备好了。那开始吧。哎，好，各个部门啊，准备，马上开始。恭候多时，老子也是。杀！我怎么感觉怪怪的？
他们明明是一群流氓，却乖乖在这儿当群演。他们在本尊的威慑下，已经改邪归正，已经为我们服务了。只要啊能达到咱们想要的效果就行了啊！你看，多卖力，多卖力啊！哎呀，你别说啊，你小子还真有点实力啊！哎，也该你们2位老师上场了，去吧。无尘哥，我们走吧。走。浩宇哥，现在怎么办呀？还能怎么办？你能冲上去把摄影机给砸了？浩宇哥，我要去卫生间。怎么不拉死在厕所里？废物一个！去你的吧！哎呦，喂！哎呦，好看，好啊，太好了！大哥，演的还行吧？还行吧。这可是我整个导演生涯拍过最牛最好的群演戏了啊！那是肯定的，我的这帮兄弟那是真刀真枪杀出来的，那演这种戏那还不轻轻松松的？演得好，好，真好，你是不是演的太好了？不好意思啊，住手！他们得意不了太久，就按标准的群演费算，可他妈喝一壶了。谢丑了，谢丑了。大哥，那我没别的事儿，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就先撤了。去吧。哎，片酬还没结呢。嗨，能给我大哥做事儿，那是三生有幸啊。我们分文不取。走，兄弟们，不要钱啊！我说要不要钱的，关你们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？哎，那个李爷，你们这么多人，可是一笔不小的群演费啊，确定不要了吗？哎，兄弟们不会有意见吧？好啊，我不缺钱，你们开个价。哎，对，不差钱。扒了个巴子！老子要不是看在我大哥的份上，我直接废了你这个听不懂人话的傻逼！还有你，姓周的，我不管你家业有多大，要是再敢招惹我大哥，我直接废了你！大哥，我走了，去吧。走，兄弟们，走。好，我们还剩最后一场大决战的戏，那我们这部戏就算拍完了，钱应该是够的。就算不够，我私人出钱，也要把这部戏给它拍完。谢谢导演，无尘哥，我们马上就能成功了。是啊，我也非常期待咱们这部戏拍完的那一刻。请一帮混混流氓来当群演，你们也好意思？这些流氓不都是你们找来的吗？又平白无故冤枉好人，你们有证据吗？又玩这一套？他们现在只听无尘哥的，他们现在自己就可以证明这些脏事烂事都是你们干的。对啊，你说的没错，他们现在都听叶无尘的话，那让他们帮忙做个伪证，岂不是轻而易举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苏小姐，你我之间有误会有矛盾，你不想让我好过，我能理解，但你们也不至于请一帮恶棍流氓来剧组捣乱吧，来威胁我。你们现在就是死鸭子嘴硬，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悔的滋味。看看，还在威胁我是吧？这太过分了，竟然用混混流氓来威胁浩宇哥！哎，周浩宇这么大个明星，哪受得了这个？这明面上比不过，暗地里就玩这种阴的，这两个人可真卑鄙啊！就别狡辩了，他们一开始可是冲着剧组、冲着叶无尘来的。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演戏啊？你不是还夸他们演得好吗？你没必要跟他们纠结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对，反正我们这部剧能拍完就行。就算这部戏拍完又能怎么样？换了男1号，一上线保证扑到姥姥家去。反正你们已经撤资了，这部剧跟你们没有关系。
扑不扑的与你们无关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别到时候出了问题，到处求人啊！这部戏没有我，那肯定是成不了啊，这是大家的共识，是吗？先前你们一直在说这部戏没有女性，那现在呢？只要本尊出手，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。你，没错，谁不知道你除了一张娘气的脸，根本就毫无眼前。你说什么？事实胜于雄辩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玩倒打一耙、道德占领高地的游戏？我告诉你，吴晨哥说的没错，这部剧有没有你根本就不重要。我非常庆幸，我能够这么早就能看清楚你这个伪君子道貌岸然的真面目。要不是吴晨哥，我早就落入你的魔掌。梦瑶，你看得很通透。你说什么？一个要名气没名气、要资源没资源的小演员，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？本少可是大夏第一娱乐公司昊天娱乐的少东家，像你这样的小演员，就该被本少玩弄。本少想玩你，那是你他妈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而你是看得起你，别蹬鼻子上脸。你干什么？还我手机！怕什么呀？接着播呀！啊！你滚蛋！最烦你们这群人啊！哎呦，周浩宇，你不是大明星吗？啊，不是粉丝多吗？那今天就让你这过亿的粉丝，哎，好好了解了解你啊！天哪，周浩宇原来是昊天娱乐的少东家。哎，他之前不是还宣传被资本压榨、博取同情吗？原来他才是资本啊！不可能，我们家哥哥不可能是这种人。你还死鸭子嘴硬呢？这可是你哥哥亲口说出来的。哎，太炸裂了！这上面写着周浩宇原来是个双面人，他能说出这些话，还指不定干了多少龌龊事了呢。原来我们之前都被周浩宇给骗了。哎，我已经录屏了啊！他们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我要传遍全网。周浩宇人渣，周浩宇人渣，周浩宇人渣，滚开！苏瑶、幽晨，还有你这个破导演！我现在给你们一次机会，立刻跪下给我磕头谢罪，我还能考虑给你们留一条生路，否则我让你们在娱乐圈混不下去。周浩宇是吧？你嘴倒是挺硬，就是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跟他一样硬。我弄死你！浩宇哥，直播的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哎，我说周少，急什么呀？快给我，不然怎么了？威胁我呀？哎呦，直播间里可都是你的粉丝啊，都看着呢啊！浩宇哥，大家千万不要被误导了，他们都是故意的。哦，对，我刚才只是在试戏，提前适应一下反派的角色，以便以后给粉丝朋友们呈现多元化的自己。对，没错。是啊，浩宇哥可是很努力的，都是为了大家，大家千万不能被这些黑粉给误导了呀。我们误导什么？这些话可都是周浩宇自己亲口说的，我们只是把他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已。至于观众如何评判，那是观众的事情。我相信他们有明辨是非的能力。跳梁小丑，你们已经穷途末路了。没错，这根本就不是误导，这就是周浩宇破防了，吐露了真言。我刚才去查了，蛛丝马迹上显示周浩宇他就是昊天娱乐少东家。怪不得这种没演技的小白脸都能这么火，原来是有人硬捧出来的。原来周浩宇是这种人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我要脱粉！脱粉！哎！最新消息，这警方侦破了一起秦水军恶意抹黑他人的案件，这水军头头已经招了，就是秦岩搞的鬼。我也听说了，他就是故意花黑钱，抹黑和周浩宇合作女演员的关系，那就是为了自己上位。这个女人真恶毒啊！恶有恶报，听说抓他的人已经在去的路上了。完了，我们完了！不可能！接受现实吧，
你们已经身败名裂了。都是你们害的！我要杀了你！区区蝼蚁，本尊灭你只需一指。天魔！这是看来这具肉身对你有极强的怨恨，正好弥补了本尊穿越6道轮回的消耗。这什么情况？天魔，没想到你竟然追到这里来了。顾晨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要小心！快躲开！难道这世间真有仙魔？梦瑶，到后面去，这里交给我。顾晨哥，快去！你要小心。天魔，在仙界本尊没杀死你，但今日尊定要除魔！一个连女人都保护不了的废物，还妄想灭我！本尊既然找到了你，那你就等着魂飞魄散吧！别去，危险！难怪你不在此处，原来你的女人转世了。那本尊就当着你的面再杀她一遍。就是这样，本尊要亲眼看到你道心崩坏，立地成魔，沦为本尊的傀儡。愤怒果实是好东西，让你短暂的重回巅峰。可惜了，人尊了，永远偷偷把分心之苦，哪怕在国外，你也不会是本尊的对手。小傻无欺！顾晨哥！杀！让世界所有生灵终究沦为天魔之力的一部分。不行，这样不行。这部戏我必须要拍完。大决战！大决战！导演，来，拿着。好了，现在还剩最后一场大决战的戏，咱们这部戏就算完成了。我想起来了，顾晨。顾晨哥！尊无上天魔，儿童皆为奴役。尊能杀你女儿一次，杀了千次万次，杀了她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得重生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死好吗？现在的你只能成魔，才有与本尊一战之力。来吧，你有天魔的力量吗？顾晨哥，你别听他的！顾晨哥，不要！是的女人，不要！什么？
让你们都豆心破碎才有意思。神皇，去！九重小技，梦瑶，你回来了，我们一起。梦瑶千年群仙，经此磨难，早已领悟天道之力。今日灭魔！卡，杀青了，杀青了，我们杀青了！好，杀青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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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青好，杀青好，杀青了！梦瑶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无尘，我都想起来了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想起来就好，想起来就好。魔尊是真的，魔尊应该是仙尊，仙魔大战呀，太棒了！不可能是真的，应该就是直播间整的活。不管怎么样，这部剧这么好看，上线一定大爆。男女主太配了，爱死！期待上线。你们没事吧？导演，我们没事儿，多谢导演坚持到最后，帮我们把这个电影拍完。我可是一名导演呐！导演，你真的帮了我们很多，本尊就赐你无上灵根，助你踏上修仙之门。修仙漫漫，成仙艰难，但至少能让你在这凡间长生喜乐。多谢，多谢仙尊！好，当然，这几日但凡帮过我和梦瑶者，皆是一生荣华富贵。多谢仙尊！这真的是仙尊吗？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涉嫌猥亵、强迫妇女，以权谋私案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来，走！不，你们不能抓我！我是昊天娱乐少东家，你们会后悔的！你不能抓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抓他！漂亮，被抓了！终于把他抓了。无尘哥，前世我们只有彼此，无父无母。今世至少有家人还在等着我们，跟我一起回家吧。好。哎呀，梦瑶、无尘，快来尝尝我做的拿手好菜。妈，快坐，快坐。妈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我跟无尘现在是……伯母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了。呀，真的？哎呦，这可太好了！无尘他一表人才，人又可靠，而且也救了妈的命，我还怕你们俩走不到一起呢。哎呦，这回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来，以后你们俩呀要好好的在一起啊，听到没有？放心吧，妈，以后我们永远不会再分开。